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西非国家奈及利亚是发生真严重的盗角的事件，竟然是有119个犯人走出去。这原因是搁较喊过，是在拜三暗时落大雨，树位啊就放弃，犯人才有机会通去逃走出去。另外一张甲天气有关系消息，是一个南亚的棉加拉，这礼拜天气是热甲真惊人，冲到43度。加加的外壁已经倒去，建筑工人伫边补强，以免发生更加严重的后果。奈及利亚首都阿布加附近的苏莱贾，一间加加发生大规模盗走事件。内阁内政部25证实，盗走人数超过100人，当全力要甲犯人掠倒转来。119 escaped, and 10 had been gotten, so we still have 109. 出代志的加加是中等安全等级，是安怎互犯人集体逃走？内阁政府特别讲，苏莱贾拜三暗时落几落点钟的大雨，加加部分牢固设施未堪的大雨一直前毁损，唔则互犯人有机会逃走。Obviously, we can see the walls are actually old, and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certain responsibilities that we must take. 奈及利亚拄啊是互贵，恐惊会阁面临暴雨甲大水，加加的维安心境爱变样暗。虽上内阁一寡加加是殖民时代起的，已经老化阁较好破坏，阁加当地的犯人踢电，欠缺基础设施，逃走的事件真多。2020年以来，奈及利亚已经超过5000个犯人逃走。另外，伫南亚的棉加拉，民众是因为连续线一天伤过头热，热甲强要破病，也是已经破病啊。棉加拉这礼拜拢互受风侵袭，温度降悬到摄氏43度。当地政府目前已经宣布学校停课一礼拜，不过准讲踮伫厝的学生囡仔也是热甲规身躯拢无力。গরম করলে কোনো কিছুই ভাল লাগে না যে আমি এই কাজটা করি, একটু বাইরে যাই, একটু খেলাধুলা করি, একটু পড়াশোনা করি। গরম করলে পড়াশোনায় মন বসে না। করার মতো না আর কি, এত গরম অন্যান্য বছরের থেকে এবছরে একটু বেশি, তাপপ্রবাহটা একটু বেশি এই বছর。棉加拉一寡家庭加电风无冷气，国家不时会停电，一寡人是热甲无法度好好休喘，还是困一下。当地气象单位预估，烧热天气还佫会持续一阵啊。不过教育当局已经宣布，后礼拜一开始，学生都爱佫转来上课。讲学校已经做好准备，也严格禁止课外活动。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继续来看天灾消息。东非的坦桑尼亚这几天是当咧做大水崩山，上无是有155个人死亡。也若是杜拜这个月中，嘛是24点钟来到了一年的雨量，造成严重的水灾。学者认为讲，这个天灾拢甲性应现象有关系。落大雨做大水，厝边因抑阁发生土石流。在东非国家坦桑尼亚，造成上100人死亡，抑阁几落百人受伤。大水也造成20万的灾民，全国有几落的地区灾情正严重，客家基础设施甲农作物拢被摧毁。另外，肯亚自3月中以来大水已经造成35人死亡，超过10万人受影响。甚至就连中东的沙漠城市杜拜，这个月中也伫27点钟久内，甲一年的降雨量拢落来，造成严重水灾，机场的飞机也无法度起降。学者分析，各地大水拢甲性形现象有关系。There are two factors tha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se flooding, and one is the fact that we are in an El Niño year. So El Niño is a natural occurring weather phenomenon, and we are at the moment in an El Niño year, which means that it's warm and th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of the Pacific are very high. 另外，学者也讲，气候暖化所造成的国家侪强降雨。包括中国的广东，顶礼拜发生连续几落天的暴雨，4月拢淹水。南美洲也因为性形现象加反性形现象，出现正热加正寒的天气，也个落大雨加酷寒等极端的气候。比如是拄到60年来上温暖的冬天，哥伦比亚温度也创历史新高，因为气候暖化，海水的温度上升，造成南极洲的海冰愈来愈少。恐惊会互各项客户拄到绝境的危机。We're predicting that we'll lose around 99%, possibly at least, of all the emperor penguins by the end of this century. That's 75 years from now.
It could be worse, but that really depends on us. How much carbon and methane we put into the atmosphere. Can we change the trajectory of global warming that we're on at the moment? 各项徛河是地球上上大只的徛河，因拢住伫咧海岸边的海冰顶头。踮遐是两徛细只徛河，不过海水温度增加，互冰层上早强，海冰愈来愈少，互细只徛河伫咧伊的防水膜还未完全发好进前，就被撇入去海内面受，变是冻死或者是淹死。学者警告，若是人类阁无减少碳加甲烷的排放，各项徛河恐惊会真侪因为气候暖化而消失的物种之一。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美国大学校园反以色列的抗议活动，除了这警方掠人造成争议，无共立场的学生甲民众嘛开始对决。为着这校园的安全，南加州大学是取消毕业典礼，乔治华盛顿大学是临时改期末考试的场地。避免这学生考试的时阵受到干扰。对美国东岸的中春田联名国大学到西岸加州，拢有反以色列的学生团体发起这三样的活动。因的诉求除了支持巴勒斯坦，也要求学校甲周边的社区加入抵制以色列。We came together to make demands on the university to divest the endowment from corporations that profit off of Israeli genocide, to disclose where our money is invested in the first place, and to stop over-policing and collaborating with the LAPD to target pro-Palestinian student organizing, and overall to call for an immediate and permanent ceasefire, and to stop the genocide of Palestinians. 伫连续侪天赞声巴勒斯坦的示威了后，支持以色列的学生也站出来讲话咯。Majority of these people here are there to spread hate, aggression, violence against the Jewish people. And I'm here to tell them that us Jews, we will not back down, we will not be afraid, and we will not be silent. 进前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因为学生团体发动透明的昨夜抗争，传出100多人互抓起。随后学校甲示威者达成妥协，抗争的民众同意撤掉大部分的布棚，并且限制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会使入去这个布棚的地区。不过，有宛有其他的学校发生正常的校园活动，防干扰进行。南加州大学为了安全的考虑，临时宣布取消2024年度的毕业典礼。由今年大学部毕业的学生，伫4年前的高中毕业典礼，正拄到新冠病毒疫情逼迫来取消。无视到大学生涯最后一场活动也无度来举行，互学弟学妹因也感觉是真唔甘。These are like the students from 2020 who missed their high school graduation, and now they're missing their college graduation. That's really messed up. 根据美国 ABC 电视台报道，除了美国大学校园连续出现反以色列的示威，并且拖到法国这欧洲地区，哈马斯发表正式的声明，除了谴责欧美这各国政府违反人权，加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抓起来，也侮辱这示威的学生是未来领袖，打压这学生一定会向欧美的政府付出代价。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意大利威尼斯因为观光客伤济，就推出这收入社会的政策，昨已经正式开始实施啊！一个人头是收5块欧元，竟然头一天就收到6.5万的欧元，和代表227万。不过，其实这项政策嘛引起真济争议。譬如讲，在入城的时阵是无路障、无违章的管制，干那靠人工抽检。虽然若是去互掠到是爱互罚钱的，不过就真济人质疑讲，这管制效果根本就无好。而且当地嘛有真侪居民在行街路抗议，讲市府要实施咧收门票，甲威尼斯变做游乐园，而且嘛违反新禁区的民众会当自由来去的规定，甚至阁有一寡居民要转去因兜，阁会甲游客做伙排队检查，分真生气。威尼斯市府一直上正久的观光入城费正式进入第一天，游客进出的主要交通中心圣露西亚车站，都将近300个居民，也无爱门票、爱住房服务、爱共款的标语游行示威，因此抗市府这项政策是将威尼斯成做主题乐园，同时也违反欧盟圣经条约自由签证的规定。È stato definito un sistema di gestione dei flussi
questo del ticket d'accesso in realtà non gestisce nulla, non regolamenta nulla, i turisti, i visitatori possono entrare in qualsiasi quantità, non c'è una soglia di carico e quindi la città che soffre di overturismo soffrirà ancora di più. 威尼斯这全球首创的集社会措施，今年实施有1期只有19天，大部分分布伫5月到7月周末假日，也是上热门的时段。按过一车票卖数量无上限，而且已经付观光税过美旅客14岁以下甲身障人数顶10群，被排除在外。车路顶悬也无路上推出去实地专门按过会付检查人员伫集社主要通道来调查，违规的人会被罚50到300欧元。 When you see how crowded it is today in a national holiday, yeah, you could expect something like this, like an extra entrance. So I think, yeah, I agree. We are from Germany. We are born with Texas, so it's just another one. 威尼斯今日是去年度2000万游客，大会时阵留咧过暝的游客人数有10万人，是当地5万总人口1倍。为疏解过度旅游的问题，当局自2021年开始禁止大型邮轮停靠。按过当地居民指，当局这措施是治标无治本，大这是问题根源。特别是 Airbnb 这种低级税厝的扩大，互长期税厝受严重影响。同款把受过度旅游是靠的佛罗伦斯，当局就禁止各社区新的低级私人度假税厝，可对专登做一般长期税厝的厝主提供减税优惠。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另外一个因为游客伤多，当地人的生活受到影响的是克罗埃西亚小镇杜布罗夫尼克。 这是因为出名的美国戏剧《冰架会之歌》权力游戏转型起来，在地人的生活是严重受到绞杀，拢已经搬走，5000人只剩1000多人。美丽海华风景加有古早味的老社区，是克罗埃西亚小镇杜布罗夫尼克上吸引人的景色。不过，伫热天，真侪外国游客来，那互这个镇本来就真热闹，搁较窒。 也互当地租金一直增加，真侪当地人无法度负担厝价，也搁互观光客参加无法度过日子，真侪人就离开故乡。 Mladi ljudi će nas napustiti, otići u neke druge zone živjeti, jer će biti nemoguće živjeti u Dubrovniku. Zato je važno da mi čim prije izmijenimo pravilnik o pružanju usluga u domaćinstvu. 杜布罗夫尼克伫1979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世界文化遗产。 1990年代，不过5000多人住伫咧遮，不过即马在地人只敢若剩1200人左右。老社区的厝只敢若3成是普通主体。地方议会要通过一项新的规定，为国再发新的旅宿经营许可证，以免更加侪老社区的厝变做旅馆。Da se smanji broj apartmana, ja sam za to. I rekao isti gradonačelnik, evo. S njime sam dobro. I da se vrate ljudi u grad, jer ljudi čine grad. 但是，甲趁钱比起来，小镇即马上大的挑战，恐惊是观光公害。每年大约有120万人来杜布罗夫尼克耍，造成大众运输拢溃班着游客，本数愈来愈多，环境愈来愈垃圾。虽然地方政府已经限制每天来访的人数上最4000人，也提高游客税，但是也是无法度阻挡民众想要来遮耍。公司新闻牛眼编辑。 铁基路冰沟岛是接出意外路口，日本这个月初就有一个9岁囡仔去互火车搞死。咱台湾的冰沟岛若是有火车要过，多数拢会有微早降落来的单警报声，甲日本的这第一型的冰沟岛上界相像。日本除了这种，也有其他3种。第2型是有人咧过的，不过目前是已经完全废掉啊。也若是第3型是敢若会单警报，未有微早降落来。 也若是这第4型咧，就是上界危险的一种，是敢若踩一块警示牌，嘛未单警报，嘛无违早，是讲定定都有过路人无注意到火车来，10年都有70个人死亡。其实咱台湾过去嘛有这款无违早、无警报的冰沟岛。伫咧1981年的时阵，一只自强号要经过新竹头前溪桥的冰沟岛的时阵，就有一只沙石车硬要冲过。 火车未发动，弄到沙石车，火车怎败马摔落溪坡，造成31个人死亡，130个人重伤的悲剧。这件代志了后，咱台湾就把这第4型的冰沟岛全部废掉。
目前伫咧日本迄边，也阁有2400外台是用这款第4型的冰胶刀，1月测出意外就是这款。所以讲，当地官府就决议，这5年内要甲因县内所有第4型的拢总废掉，换做较安全的第1型。科幻电影当中的变形金刚、飞行客轮车、无人机送货，伫咧咱未来生活当中，拢有可能是真事上的代志。即阵日本东京就一场科技展展出这个场景，咱做伙来看。真久拗起来，司机收起来，机器人的外形变作汽车。你敢有想过科幻电影内面的变形金刚出现在现实的生活内面？在日本举办的2024年影视高科技城市东京展，真正是展互你看。人型の形から一人乗りの4輪の自動車に変形して道路を走って移動してで目的地で立ち上がっていろんな作業をしたりというのをできるような乗り物のロボットを作ろうとしています。这场展览是以未来做概念，让民众来体验2050年的世界。车辆机器人的研发人员自细汉就正介意变形机器人，决定让梦想真实化。目前车辆机器人只会当控制顶半身，但是业者有信心，明年就有机会会当让伊去你家路。で将来的には実際に火事の現場に駆けつけて人を助けたりとか災害現場に道路を使って移動して現場で立ち上がって手でいろんな作業をしたり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もできるとい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若是变形机器人会当去家路，搁伫试验阶段的飞行机动车，嘛会加入空中运输的行列。参展的专日空按算明年就会互因的飞行机动車伫美国投入運用。電池から電流を流してモーターを回してですね、飛ぶようになっています。そのおかげでですね、圧倒的に静かになった航空機ができております。天顶飞涂骹走的会改变，送回去厝的嘛无共款。参加展出的无人机业者有信心，到2050年，无人机的飞行障碍和规范，包括安怎伫个城市内面飞行，拢会一个一个解决。到时无人机送货就会规个常态化。在展览内面，佫派出小型的机器人来解说机器人的历史，互人是听甲笑甲。佫外形亲像牛，媲美新旧的电动车，佫会当显示饮食食物的餐盘。策展单位希望讲，透过趣味和创新技术的体验，大人囡仔毋但会当欢喜观展，嘛会当对2050年的未来充满梦想和期待。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江西澳洲的海岸尚无受160只海岸跨鲨，其中有30只是已经死亡啊。当地官员讲，一群遐尼侪海岸跨鲨是真罕见的代志，为什么会安尼？原因来个查。超过100个志工做伙，甲体重差不多3000多公斤的圆头海洋救起来，互伊的身体对海迄边，避免其他海洋搁坠过来。第25至少有160只圆头海洋，伫西澳洲的托比湾克达，分布范围是沿海岸线差不多500公尺，数量是侪甲互民众看甲真毋甘。靠近对海洋的身躯顶破水，想要甲救，阁有几十只海洋是用石去大水面一直滚架，但已经伫要死去啊！现场差不多有30只海洋已经死去。西澳大学的专家讲，圆头海洋的社会关系是正歹，只要有一只海洋靠搭，其他的海洋定定拢会对得过去。It's definitely sad. Yeah, there's definitely a lot of upset people. I mean, there's a little calf over there, which is pretty upsetting. 海洋靠搭的原因有可能是对海蟹无熟悉，也是受到噪音的干扰，找无路了后找无出口，嘛有可能是受伤破病，无法度伫咧海内面活动，互海流也是风吹去浅沙保遐去，或者是主动收起较浅的所在休困。为着厘清因靠搭的原因，相关单位对死亡的海洋身躯顶去采集生物样本，希望会当进一步来厘清集体靠搭敢是和疾病有关系。事实上，澳洲过去捌发生过真侪摆海洋海底靠搭的事件。去年7月有超过50只圆头海洋伫西澳洲较偏远的海沙堡死亡。1996年第4批海沙堡有320只圆头海洋靠搭，落尾敢若20只活的。同年阁有超过50只圆头海洋靠搭伫苏格兰海沙堡死亡。Unfortunately, the outcome for our pilot whales once they strand on the beach is generally not good. We have high numbers of animals that end up dying, and so we're keen to keep an eye on their animal welfare and also making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done humanely. 海洋生物学家过去救援，当地野生动物官员讲，海洋靠搭了后，定定是真无乐观，有时阵无法度，只好对靠搭的动物执行安乐死，但这是上人道的做法啊。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20世纪的初期，加州海兔因为人类要爱因的皮草红掠，家咧被夺种。
经过80多年的保育，是真无简单，对50几只增加到3000多只。美国加州的海岸每年拢会出现10到15只甲爸母4线的小海豚，常常拢是伫暴风雨过后，长滩市的太平洋水族馆最近就有这只命运无甲老好的小海豚。为着要互伊伫关键的成长阶段促使学习的机会，官方甲北加州经验丰富的蒙特雷湾水族馆合作，引进代理养母的计划。画面上看到，将小海豚抱咧收来收去的母海豚米莉，就是其中的一个。两间水族馆目前有8只等待幼稚的海豚孤儿。Once they are 8 weeks old and beyond, they will be eating solid food and can dive and forage a little bit better, not all the way, but a little bit better. And that is where an introduction to a surrogate mom should happen, because that mom is going to teach them all of the behaviors that we cannot teach being people. 加州海豚伫20世纪初期，因为皮遭到大量滥捕，用要灭绝。经过80多年保育，真无简单，为50多只增加到3000多只。不过政府这个海洋礁溪开辟少钱，海豚是万部动物内底上适应海中生活的物种，支持因长久泡伫平静海水的关键是热量。海豚逐工食物件是因体重的1/4，算起来水族馆每一只海豚一年爱开4万美金，相当118万台票。So sea otters, as a species or as an individual, they eat about 25% of their body weight per day of seafood or restaurant quality seafood. So we have an animal that weighs about 45 pounds. It's eating about 10 to 12 pounds of food per day. So the big cost is the food cost for these guys. 官方指出，帮助这个失亲的小海豚成功学习求生的技能，最后也放等于大自然，对于维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有帮助。因为因是天生的生态系统工程师。举例来讲，海豚食海胆，若无海豚，海胆就会大量食海带甲海草丝。海豚族群稳定，海洋的海草丝森林应透过这种化团的共合作用，产生更较侪养分，互食物链底层发挥稳定生态环境的作用。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